前邊就係象鼻山啊！喺第4日嘅早上，食完早餐就走出嚟漓江邊，再去行多一次象鼻山。冇諗過可以睇到日出，係一個意料之外嘅事。喺漓江邊呢條路，沿途都聞到好香嘅桂花味，好寧靜嘅感覺。漓江邊一早就會有釣魚郎喺度釣魚，有雀仔嘅叫聲，個太陽仲升緊啊！請現場掃碼免費入園，60歲以上老人無需掃碼持身份證入園。親愛的遊客，請現場掃碼免費入園，60歲以上老人無需掃碼持身份證。60歲以上呢，就免費同埋自行出入。60歲以上 OK， 咁但係60歲以下呢，就要預約啦。快閃快閃！呢棵桂花呢，真係靚到冇得頂。呢條橋，我哋往2號出口就係象鼻山。哇！前幾日我哋十點後，哇，人山人海。你諗下而家幾多點啊？現在是7點49分，已經開始多人啦。哇，幾靚！什麼是詩情畫意呢？睇下對面釣魚郎喺度釣魚啦，咁仲有個美女喺呢棵唔知乜嘢花下面打卡啦。哇！真係可以喺度逗留1個上午都唔錯。好，繼續行。4月份、5月份象鼻山，象鼻山，象鼻山，你睇下幾少人，係幾少人嘅象鼻山，好開心。